牵伊的手，听伊的曲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来感染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爱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孤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我俩听什么？哼，你哦，做到安呢，我一定会听书哈。歹势呢，大摆转了就冇听书的。你是的，老师的，你对不卡的是里面冇兴趣啊？你今天心情如何？要出去哪啊？然后伊也东古的不卡，然后伊家茶叶。假拜吼，客家文化节吼，那想唱阿东古来听书呢。哟，你真严去表噶，唔记得工作呢。好啦好啦，我去茶园就交给去啊。刚才先去哦。哎，等下，要给啦。要给吼，迄阿珍姐做个某人分番薯啦。你大哥去搬东东，还有春兰医生。好，那小妹弟弟记得哦，4个牛啊。好，来。该用嘛个种咯？啊，用药好冇？好啦，安尼哦，我有事去，咱很唔好事啦。来，啊，自掏也好嘞。阿姐，那今晚暗部我上来吃饭咯。那上好按就冇转了，想多一点时间陪妹。真是去太了哦哈，还是你去台北踢球嘞，那就唔是你了呀。亚个包冇冲，你不会讲的哦。哎呦，你吼一定要睇呀！再讲吼，那都台北112年按球诶，多懂多的事情啊。再讲吼，那一下懂的，介小暖。好啦，按你是亚个时间哦，你就一天来做来哦。好，哪天不你弟弟骂个嘿，我给小暖。好，干哪落一了，拜拜。你跟天发啦？这个哟。你打电话来我家干嘛？你手机打不通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打电话到你家。对不起。你还来干什么？什么安讲哦？这位美女怎么都没有笑容呢？哦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呀？我知道了，
一定是那个陈国俊欺负你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就替你好好的教训他。陈国俊，你竟敢欺负他，我就给你好看！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，我以后不敢了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好了啦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你知道这2天没有看到你，我有多想你吗？这2天没见到你啊，我真的每天都茶不思饭不想哎，连睡觉做梦都梦到你。没有你的日子啊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哎。你哦，就只会甜言蜜语。我才不会什么甜言蜜语呢。我这样做啊，只是想要逗你开心嘛。不过呢，我以后啊，倒可以多学着点甜言蜜语。佳颖，我们一起回台北好不好？哦，你赶那么急，就是要我回去写企划书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企划书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公司啊不需要你，是我陈国俊啊非常非常的需要你，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那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子哦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啊绝对不会再让你不开心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哦。超多的啦！我看哦，今天这里的蚊子都被我们俩喂饱了。哎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说不定你哥今天没有来啊。哎，你很奇怪，说我哥在这里是你，说他不会来也是你，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啊，我又没有亲眼看到。再说，我本来不想讲的，是你自己要听的，要听又要怪人家。就是因为你是听来的，所以我们才要来这边眼见为凭，那笨蛋。哎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干嘛骂人家笨蛋呐？我又不是在骂你，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不是骂我，不然你骂谁啊？我骂我自己，这样行不行啊？你真的很过分呢！我在这边养蚊子，你还骂我笨？我说我真的没有骂你，那我说几遍呐？不然你骂谁啊？在干嘛？嘉伦哥！喘成这样，什么？刚刚多紧张啊！又不是每个人都跟你讲是怪力女哦。拜托，自己体力这么差，还说我是怪力女？什么？刚刚是你先跑的，你干嘛先跑？你讲啊！为什么我先跑？是我看你跑，我才跟着跑的。什么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等我了，你是虚弱鬼，什么虚弱鬼？虚弱鬼。哎，你是在懂奇观哎，转转的都压他一直坑，蛮好坑的哦。哥，你最近都跟着马干啊哈？但就按这样转，一定有问题。你这样有问题啊？蛮有问题呀！转牙疯癫啊，俺衰毛呀！你去度假哈？你会按天就会因为你去度假，系嘛？
拢讲法哦，俺哪有去拄叫？俺做这东山忙啊，怎么安克啊？你莫拢讲法哦。莫拢讲法哦，你莫去拄叫要按紧装啊哈，很只有去老雅师傅加钱，你莫讲冇去啊，是咪就看到？东老手诶，吹黑啦，你眼讲诶，你自己是干啦，吹黑啦，吹黑啦。快铁嘞，一个样的哦，给天有问题。水汗哦，等下我都无汗哦。唔怕，阿你唔会甜啦。呀，今天的啊，讲实在啦，还是无希望也两煞离婚。不过以前老人家咧讲哦，两煞结婚了，前世修来才缘分，没才福气。啊，既然两煞就无恐心，按样生活落去要当艰苦，吼。嘿啦，俺妹老牙爸拄了喊忙离婚，只会按样给脱离啦。俺先去请水妹咧，阿妹再见哦。是讲哦，阿珍，伢事情要先结束啊。台湾人在讲哦，讨姑娘来，而来想，没有而来打。但既然要想离婚，阿妹一件好事情啊，哦，我要紧啊，有嘛事情尽量来请来，好，无论精神上啦、物质上，还是本科哈。万一徐梦怡啊，你真是哦动相爱呢？有冇讲样法咯？人就政府看你一家人样咩，知冇？我当作你我天使的妹，知冇？做阿妹人看到妹按艰苦，有嘛事情，当然要出头的，知冇？要听书，要记得当作你那两副卡一份子，哈，莫讲3年对冇？嘛事情唔是少，哈，还是抱本科，哈，我你做下哈。做嘛意思消息就没了，你也到底点来到诶？还记得你讲我做风用么？还记得你两啥么？嘿啦，俺妹老牙爸拄了喊忙离婚，只会按样给脱离啦。不会吧？
难道我怀孕了？请问这有人坐吗？啊，没有，你坐。谢谢。麻烦你，小心，谢谢。哇，你肚子这么大了，几个月啦？下个月就是预产期了。哦，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是男生。我跟我老公啊，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小孩，本来想去做人工受孕的哦，结果他就来报道了。我们都好期待这个宝宝。他一定是个幸运的宝宝。不好意思哦，跟你讲那么多。不会，我很替你高兴的。谢谢。你是刚怀孕吧？还不确定哎，待会要检查了才知道。应该没有错啦。我跟你说哦，怀孕的初期啊比较危险，所以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2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啊，比较容易害喜，那个时候人会比较疲累，比较想睡觉，胃也容易不舒服。所以啊，你要多注意自己的饮食哦，太酸、太咸、太辣的都不要吃，要多吃蔬菜水果。像我啊，我就常常吃一些比较多维他命 C 徐佳音，下一位。我就是，请进来。谢谢你告诉我那么多，我会注意的。祝你好运哦。谢谢。哎，怎么办啦？我哥好像真的有去赌博哎，啊，而且好像还入迷了。我昨天还故意问他，他还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而且还口急哎。他一紧张就会口急，根本就骗不了人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啊？要不要去埋伏，抓他个人赃俱获？哎，不要乱用成语啊，什么人赃俱获那么难听。啊，不然嘞，跟你大姐讲，还是跟你阿梅讲，还是？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我阿梅还有大姐烦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不可以再让他们烦这件事情。喂，南门瓦斯好，你好。好，一桶哦。好，等我阿 Q 回来就给你送过去哈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等我阿 Q 回来哦，再跟他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哎呦，好好一个暑假，整个心情都被这件事情搞砸了啊！你搞不懂啊，为什么我哥会去赌博啊？哎，你叹什么气啊？我好好的一个暑假，只能窝在这里顾店，我真搞不懂哎，我阿 Q 怎么不赶快娶个老婆啊？恭喜你怀孕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当这上面产生2条线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怀孕了。宝宝，爸爸知道有了你，一定很开心。不知道你是像我，还是像爸爸呢？Hello， 哎，是你啊？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怀孕了？恭喜你！谢谢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载你一起去吧。一会我老公来载我了。对了，跟你聊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哎。我叫杜慧玲。我叫许佳音。我找个名片给你好吗？我老公来了耶！老公，这边。
个小时哎，怎么还没有看到你哥啊？这工厂会不会有其他的门哈？哦，还好，我跟你讲，那边蚊子少。要是像赌场那边哦，我就惨了哎。哎，你哥会不会已经去赌场那边啦？那我们是不是等一下要去赌场那边守着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可是要先去买防蚊液哦。不会啦，我哥的个性哦，他是不会翘班的，他一定会等大家下班，然后再一起走。嗯，可是你之前说他不会去赌博啊。哎，你还敢讲？这还不是你阿 Q 害的？要不是因为他哦，我哥才不会被秀玉姐拒绝嘞。哼，都是因为被拒绝，所以他才会伤心跑去赌博。啊，现在叫我们这边等人，也是你阿 Q 出的馊主意耶。说我们这边赌人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嘿，屁嘎子，你这样讲就太过分了哦。要是照你的说法的话，那追根究底就要怪加油大姐啊。要是你大姐接受我阿 Q 的话，那秀玉姐就会死心啊。秀玉姐一死心就不会拒绝你哥啊，你哥也不会因为失恋跑去赌博啊。哎，你阿 Q 追不到女朋友，关我大姐屁事啊？干嘛怪到我大姐身上来？你很奇怪你。嘿，你哥追不到秀玉姐，又关我阿 Q 屁事啊？干嘛怪我阿 Q 啊？哦，那全部都是秀玉姐的错嘛？对，千错万错都是秀玉姐的错。对，都是她的错，就是她。哦，真是讨厌。哎，你有啥东奇怪呢？这位俩怎么干？等你叫我做一时班了，晚餐到了，回家吃饭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怎么干？走啦！我来呀，好不啦？留啊！我一打，哎。做唔得啦，啊那报告。好，也没想要演，然后你听我演。有冇演啦？哎，你实在都奇怪呢，我已经自家去啦，我是等等来啦。你冇想要演，俺妹冇想要演。哎，你当然听上听啦，你听到几时咯？听到你冇想要赌球嘞。你做乜嘅经过喺度叫？你讲係無戲做無戲咩？做乜嘅連下講翻冇小心哦？哪位偏上咩停停哦？係啊，我賭號咩想要戲嘅，好地哦，你唔卡喺口唇糖嘅，偏數青島啦吼。你有啥都去變馬鬼呢？阿妹啊，呀嘞，你要还忙水呢？肚子摇系嘛？那个臭尿啊？老师讲啦，老师讲啦。嗯。娘啊。冇按汗，你冇按油呢？你们知道安尼冇油冇汗就唔像下架出来，你有按汗按你做呢？哎，对呀。嗰上把阿姐家个公司咧曾经你讲咩？嘛个啲下人哦，食啲东西哦，较淡薄啊，讲较认常吧。啊，电视公司个讲个咩空样，嘛个油一边啊烧掉诶，盐啦，吼米酥一边啊淡掉诶，讲啊对身体不好吧？哼，阿妹啊，我知道你真的懂偏心。娘啊，松柏阿姨做那个时间你就唔听人讲嘅啦。我知道哦，虽然讲我系不较清态嘅啦，不过我讲嘅话你就唔可以听。迄个迄地虫啊、假齿啊，阿姨讲哦，你就听人家去咧。我讲嘅哦，你就会发现你专门提起这个吹蛋的事情嘛，唔管用嘅啦，只要俺吹进去啦，弥漫那个风油的吹蛋啊，肯定唔会冇退啦，啊什么？
说真的很重要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啊，绝对不会再让你不开心了。佳颖，你还有我。这是我老公，老公这边。小姐你好，陈经理，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许小姐是我们公司企划部的经理。你们是同事啊？这么巧？你不知道许小姐怀孕了哦，这个世界又多一个令人期待的新生命了。你以后在公司可要多多照顾许小姐哦。那是一定的，许小姐，恭喜你。你怎么啦？啊，没事，可能天气太热。你看你流了一身汗，也不知道擦一下，待会上车吹到冷气，很容易感冒的。都要做爸爸的人了，还这个样子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拜拜。许小姐，恭喜你。不知道许小姐怀孕了哦，这个世界又多一个令人期待的新生命了。你以后在公司可要多多照顾许小姐哦。那是一定的。令人期待的新生命，你令人期待吗？请进。佳颖，我昨天一直找不到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怀孕了吗？你一定没有想到我会怀孕吧？就像我没想到你跟你分房的老婆也会怀孕一样。怎样？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佳颖，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情，但是你怀孕是一件大事，你应该让我知道。让你知道，你昨天不是做了选择了吗？当你在叫我许小姐那一刻，你不是选择了陈太太，放弃了许小姐吗？佳颖，你放心，我会还给你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佳颖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在乎你啊。陈国俊，你够了！你当我是智障还是白痴啊？到家还要骗我！佳颖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是我们的孩子，孩子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自己会负责。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。你要怎么解决？陈经理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请你谈公事，不要谈私事。佳颖，听说你觉得这个企划案有点问题，请问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呢？佳颖，别这样。请你谈公事好吗？决策会已经决定，客家文化节的活动餐饮部分改由这家餐厅负责。那美满楼呢？大家觉得美满楼的口味呢太过传统，不太适合。大家是指你一个人吧？陈国俊，
请你不要公私不分好吗？嘉义，你明知道这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。可是你可以替美满楼讲话啊。你不觉得你现在的反应才叫做公私不分吗？总之，这个案子已经由郭家通来接，由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没有你去联络相关细节的部分。我真蠢。嘉义。徐佳音，你要坚强，绝对不能认输。转去啊！阿兄，你份的台词没本来没底，所以你要用办法来去讲。因为我讲到天发就刮太人吼，爱读到爱咩上，三定用办法去讲。头摆，甲本阮贵的世界，迄个是较坚持的家的，了事情变了样。 外妹，今仔紧落咧，俺马上会搬去炒饭。你这边隔天离婚哦？俺上个唱跳来个，俺弟恁过去系恩爱的。 真是没想过安样的想法。为爸的原谅，却无人为爸的心痛。也没我上个无靠。 就係你的我卡呀，你就係一家人咩？
我已经换水。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那家豆花。我今天找你也是有事要谈，请你不要动手动脚，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。至少你还愿意找我。只要肯谈，我相信事情会好转。我希望你再给美满楼一次的机会。我没有办法帮你，你也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决定的，我只能够公事公办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就只会用这3个字来应付我吗？我没有应付你，我是认真的。认真？你从来就没有对我认真过，所以你玩弄我的感情，忽略我的感觉，就像你永远不会懂我妈对这次的客家文化节有多么的重视。我知道你妈妈很辛苦，就好像我们希望把活动办到最好一样辛苦啊。还有，我没有对你诚实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开心，我不希望看到你痛苦啊。所以现在你最可怜，为了让我开心，所以你欺骗我，玩弄我的感觉。陈国俊啊，你懂什么叫做感情？你懂什么叫做客家菜啊？你为什么把所有事情混为一谈？你不是说要公私分明吗？美满楼的客家菜在苗栗算是数1数2的，绝对比那郭家庄来得好。况且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由美满楼来做，有什么理由说改就改？这个决定，并不代表说你们美满楼比不上郭家庄，这纯粹只是为了配合这次的活动。更何况，口味这种东西没有绝对的，每个人喜好有所不同。要谈合作的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我妈不是那种重名利的人，她不会在乎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的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像我妈跟我大姐这么注重客家美食的人，你叫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啊？如果你开不了口的话，我可以代表公司亲自向你妈妈还有你大姐来道歉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就别想这么多。就算要烦恼的话，先烦恼肚子里面的孩子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了很久，为了你的将来着想，我希望你能把小孩拿掉。陈国俊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狠的人。为了我好，我看是为了你自己吧。佳颖，我说过了，小孩事情我自己会负责，不用你担心。我不是个死缠烂打的女人。陈大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要你负责任的。佳颖，我知道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很不公平，可是请你相信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我是真的对你有感觉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只可惜我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我的爱，我只希望自己是唯一。对不起，我本以为你把小孩拿掉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
看来，这不过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事实罢了。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尊重。以后你有任何的需要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我这有奶啊，刚明明就不用做当，干嘛都要拿走啊？哎，食材很奇怪呢。有一個食譜嚟影下，你看一下。我哋冇事，你講不用做當。哦。奇怪。阿妹，你要去買嘅？我木匠唔係這有奶啦。木匠哦。阿妹，你看一下兩箱買嘅。哎，木匠看得到呀？看一下嘛。唉，食材。哎呦，我看得到啊！都俩呗。你条身没伤害啊？哎，你老嘞，上班呀，还办老就得。哎呦，阿妹，你真唔會老嘞，人家很休上休閒。哎，那你怎麼講要飯呢？拿走的。好。拿來看經驗呢。哎，菜蛋啊。阿妹，你會看了做乜噶？你係老師傅呢？哦，你會炒配上你嘅菜蛋哦。嘛該炒配人的菜蛋，人情可唔係廿味呢。我是生人做客家菜，咁樣炒配晒。冇，你會看了做乜噶？我係看改良過客家菜，省內用辦。哦。我冇個學呢。阿妹偏心，你就感情意志。真冇良心呢，有冇做冇講我偏心啊？我日夜都煩惱廿幾隻煩惱都不死，幾下悶啊！你最近啊，阿昌哥在變馬鬼啊？你專門聽到人三個喺度做乜嘅呢？冇事情啊。有嗰個冇事情。阿妹冇事情啊。阿妹，啱咯，我去寫去睡夢咧，你係一個人選意志就好咧哈。你邊個鬼男啊？阿妹晚安。阿曼是啊，拍攝啦，暗喊你吵你。冇事情，走了。唔是啦，我唔吵咧。有乜事情啊？稍早先，我想去參加一下。參加冇要緊啊，咁有事。我老本陪咗見面，為談離婚的事情啊。家有啲冇？我唔放心喎，我看我聽講人哋以後咧。只是咧哦，阿曼兒，是夢你啦，講真緊咧，我是家一生一面的問鬼，沒有點驚。唔是驚，你們劉某的事情，只有我哋只阿妹事，所以阿妹陪某嘅喺身邊係應該嘅，對冇？啊，好啦，冇事啦。唉，我來看你啊，找東西，我心碎啊。冰山冰
我究竟，重逢难以救不宁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样，初恋未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拥挤。山下攀爬高帆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，伴我忘记你的思念，玉发重逢多中间，轻轻掠过你。